爱着得了，强者上行，强者下行。阮是为着嘛甲一声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恶蛇。现在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，爱你就爱你就别毁灭我的眼。走，回家不要唱，回家，好，回家，我们不要唱。好，回家。回家，不要唱。爸爸。星星，好你使就使到人唔冲然嘅，停下女進。好了，阿哥，好過咧。唔冲咧，拉敗咧，女進咧，女進咧。我转你啊，小心，你是谁啊？管那么多。哪一个欣賞咪推算？屁呀，欣賞！你讲什么？小心就要跟我回去啊！接回家。回家，回家。放花甲下幾條呀？我愛電話係是報警。报啊，迟早都很报啊！你走出这扇门，我就让你报了啊！接回家。先打是不是啊？回家，回家。怎样啊？老还想被打？回家。哎妈呀，搞错了呀！怎样啊？老还想被打？死啊！買冷嘛，買寒嘛，喂，陰點熱啊，喂，陰點熱啊，哦，先生啊，天陽白熱係冇？呀，電腦斷層看起來吼，很清楚啦。天台又話5點熱啊，啊，供淹水按台的吼。你清涼人係魚啊，拜託啦，放心。我隻手那點冇怪。哎，你不是昨天才來掛急診的嗎？怎樣，耳朵還好吧？做買東西，先生叫做我那家子陣咯。哦，個耳孔難聽的。用為難聽？初本意吼，依家潮個嘅時候，這圖機來看啦，個耳孔要逼貼啲啦。你又不寫啊？這土人來啊，掛子陣，做買東西，一個。我們是很讀書唔多啦，一個牙膏。阿公吼年紀很大吼，要給他好好休養哈。安全放狂來啦！一隻又衰嚟，一隻又嚴，一耳孔唔開，很快哦，你哦，實在冇架勢。啊，拜託啊，幫我撈千兩魚啊！好，拜託，幫我尋夢啊，拜託。所以你在廟口跟人家打架就受傷了。啊，你都有想到，很棒，很強呀！不是我不通情理啦，金毛，你这样我帮不上你的忙。你自己答应阿婆说要好好念书，结果你成天在外面跟人家打架惹事。你要是真的有一天被人家打死，你叫阿公阿婆怎么办呢？用架散人呀！你看呀，阿公，我一按咯，又開出來賣出來本讀書，又為我阿公分享了。我還是要把他關進去。唔好啦，拜託啦，你我怪得我會告佢啦啊！拜託，冇人係土政，幫我佢你好嘛？阿婆，唔好用你啦，幫我拜託你啦，我
我无人来拖。我不要甲砍你哦！我要告去，我要好好去告去哈。老板，我要告去，我要好个，就要好读书嘞啦，就要听讲嘞啦，莫为了管人，我拜托你啦，拜托啦。多嘞，多嘞。我是19，19，莫安太生，去隔壁林沙涂水木咧。水木，我条条的老五个。啊？讲埋。没魔术。啊，讲我啦，因为较做对会讲啊。牙打。喂，来，喂，你在冇？大声哦！中小心心转来。哎呀，牙打，万一遐唔就会给无所谓真啦。是太样的啦，你只水毛啉多安尼，规天咧只有迄毛酸啦，啊，弄不然太蛮苦伤诶，你做嘛东西啦？牙打嘿，喝酒才有酒味啊。少讲两句点点。做嘛个爱点点，我讲嘛嘅，就讲嘛嘅。讲嘛真讲啊。蛮愿意去。我走满意去，也有唔系牙无卡。歹势哦，佢洗我啉酒醉，你莫当作真嘅哈。哎，我啉酒醉，你阿牙不开啊？好啊，唔免牙不开啊，吹，莫算了。妹妹，星星再见，喜喜再见。小心！跟我！歹勢，喂，小心！啊，有用喎！喂，行財哥啊！你洗毛你那充满东西啊！还不卡哦，冇你洗毛啦！喂，哎哦，很可憐，哎，有用咩嘛？行財哥啊，哎。哎呦呀！哦，快啲！哎呀！唔簡單。莫講小心啲，超嘎嘎。哦，你男朋友暗藏。來看你一忝的啦，冇事，早啲歇困咧。早啲歇困，做唔得咯。有咯。你驚把機會破啊？啊？佢當時卡到後連蓋，真冇命咧。唉，你想到喊功夫啦？嗯。可能你忝咧，他做着轉歇困啊哈！你安踏實吼，無聽眾還會喜歡你哦。阿公，大世界你還做得講笑哦，有樣瘋哦。唔過捱老小星星衰到亞威，佢張老師轉來叫衰奶咯。唉，捱了好人，但為乜衰的啊？唔是自己煩惱啊，而做而吹啊歇困，你看個面色，安難看哦。早啲休息啊，唔可以吵你咧，嚟先來一轉啊。安生哦，阿公晚安。气死了！来年行路行转，迄个精神都没嘞。
到这里就自己走了。差别你大烂头哦，安排过咯。差别你大烂头了吼。小星星唱到咧。唔过咁问题，伊唱慢加加啦。哎，边个？阿公打电话哪来讲啊？哦。啊，计金毛喏，金毛的草柄遐样的喏。我副官讲，要再分期摆期费。真紧的啊！爱用同好同好。同好哈，好啦，希望我先转去洗身，给小星星就拜托你了哦，哈，我先走嘞。所以妈跟人在金毛本市场看的事情，冇哪来讲。哪个？所以妈跟人在金毛本市场看的事情，冇哪来讲。哪个？唔在金毛去急诊，冇哪来讲，也冇同你家做。因为金毛伊讲，金毛想要分配你的啊。迄时代迄期迄是啥？哎，拜托掉哎。按有咩事情，同你家某卡给你，万一出事情，你负责。俺又唔系生人呢，真人做嘛事情，俺都分不清楚咩？唔按另外一定会做欣赏啦。你闹到同后场也不能动手，这绝对解决问题的。错，俺一定爱做唔得。不过，要唔迄个事就是要 QQ 帮欣赏做来解决嘞。
你总算转来啊！唔免夜爸喺俺院校，厝边挨做去报警的。Oh my 妈！爸出国开研讨会，还高潮期。乜解系高潮期啊？江玉秀同学，你哪会讲清楚哦？用规身的救命咯！你前两日打电话讲乜解同学心情唔好，脾气乜解打最久，做冇转来，也好有规身救命。江玉秀同学，你补习补到哪去？唔要贴高分了哈！然后讲哦，例如一个例如，佢心情唔好啊，佢就喝酒醉，挨有病落心气上嘅，就留下来脾气。你要照顾你同学，俺有意见。你冇打天花，你要接天花啊！哦，接天花咩？接天花。我唔记得咧，我手机很开震动诶。我按落先好无？你爱小日食都记到说，这家身体也唔顾。38通，你多没电话卡？我找他36通听听哦。有他嘿，还有2通哦，还Michael打的啦。你用的哈，然后你用后就唔记得嘞。我真记唔记得咧。哎呀，几多点？7点。也大半去踢走应该是。啊，我等一下留去菲斯利亚，中做的。我看过神叫安太条的西梅。安太条。好啊，高总。7点咧，我蛮多咧，3好高，再见，再见。江玉秀，我跟你讲哈，你要陪同学喝酒哦，做唔得解决问题，要想办法。无你自家身体哦，你就会撞坏体咯。我人会知啦。再见。點解會咁耐嘅？望來都以前嘛。開心咧。喂，你後屌咋？最頭慢慢呢咯。咩變嘅？乜嘅事情？啲劍政府木祖險啊險啊！放佢嚟一鋪拉弓，啪哦！這兩個反應就不會出去了。真的假的？不可能那麼厲害吧？我老你講哦，千金莫牙子，就像啊，給金庸武俠小說裡邊個小龍女，看起來是當優秀，一出手哦，哎呦，我眼命啊！阿哥，那金針菇比小龍女還厲害嘛？厲害多嘞！俺是小星星，俺配小龍女啊。小星星，乌拉阿公說的是真的嗎？你要嚟講起小龍女來啊！救命啊人！快敢說呀！哇，小龍女，看不出來，你昨天是用左腳還是右腳？是回旋踢還是側踢啊？冇啦，哪有啊？哦，想唔到哦，金針菇會武功哦，打兩拳半睇下可以嗨啊！哈？做嘢啊？冇講笑呢。啊，大呀呀！
我就吉普的听听那做的表演呐。就寒这时间，我的身体无买以后啊，故说我爸没被我好个啦。姜老师。啊？什么你啊？哦，冇嘅。啊，哦，小星星。你看那个面，因为暗欧洲，来一些面啊，这个。再见啊！超市还帮我家洗的。当有事。真难教係啊，俾人打，真勁哦，係啊，要看到嘛？我要掛杯啊！喂，上嚟。哦，見我嚟。見我嚟，見我嚟。你喺度點啊？見我呢？金毛在哪里？奶奶。等下专业，那 IQ 没迪士尼，供你们调试诶。看下 Q 哦，规安不同的电影呢。Q 妹，你好。老师，我一批小星星转移色神万闪夫，我想到你就来接机诶。假是，伊遐东西吼，我叔叔啊就掠到啦。那迄讲吼，你妈个无拿到的话吼，你这样打电话不挨啦，挨老人送来。Q 妹，小星星错不伊遐是酒醉，莫老去讲法准正经的好冇？歹势啦，该 Q 很懂欠啊，伊吼，伊讲，假是无会做戏出孙的啦。无稀罕准戏啊！小星星 ，Q 妹，老师搞阮呢。你来做了吼。小星星，你在哪里啊？冇上，一出上都大蓝昂，喏嘿，你副当调的上我了呀？哦，学死你啊！哎，学校又没嘛个安置机构，我上一年做的带进来了。就无奈好去咩？莫因讲啊，无去放我。本来要做的，唔是秒就改。你到底还搞搞拉翻呢？我上正面的本轮奸呢，还以远交，本警察来做到。送报纸，你怎概念呢？校长哎，莫按太上按讲法，这生意就容易吓到。那做好就吓吓的啦。哦，幸好莫同我乱来。好，要事情啊，按麻烦哦，都唔是哦，花时间哦，都要讨论的啦。时间差不多诶。主任做唔得按用嘛。你上课的啦，你上课的啊。好嘞，哎，大家唔吃饭咯，挨老挨储藏室吼，边朋友抢你啊嘞，小心你。三 Q 公，那中途学员没中途之家啦。你妈个拜托啊嘞，啊，学校里尾遐挨董事长，挨房间啊，喊怎啊，做唔得交份学生的啊。阿公，正经做的诶。小星星很红啊！小星星，莫个同佢哋网友见面咧，上课也莫从我前无言。我再讲，演好演哦，佢出镜也有时间性啦，要较当巴咧。啊莫吼，还是比娘 Q 较恶莎莎他比哪讲啊？凊彩咯。做芹菜啊，煮青龙。好，
建议书尽量做拢来看啊。好，带小生去看寄出的地方。好啊，可以。行行。落下，落下。样咯，含你浸金毛呀？你搞毛子啊，你无通来啦！爱亲吼，伊啦。哦，伊个老脚要甲动手啊。那以前爱亲得多啦。你多忘亲，难怪有运讲哦，人家办公室哦，你像刑事组哎。阿公，你老几下得天数，好。加一加一。要还买个东西啊？三打搏击。我好到底尾度用我的油压得的东西呢？今天学校上课都教的。松口。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可以教他们啊！你看哦，年轻人后盖得有东西哦，就是可以消耗他们的体力，而且可以训练他们的抗压性。你吃得懂吼？懂吼？懂吼？走啊！喂，不要这样嘛！体验教育真的很好啊，你不知道吗？而且哦，喊这的皮用给的哦，兴趣。散打现在在奥运也是正式项目啊。那很好啊。林能够，教我飞踢好不好？喊普老公公，两个飞踢超酷的。我学的是跆拳，这是散打搏击用的。那你会吗？那你会不会？也不会不会？对了，还有我房间可不可以漆成粉红色的？你觉得呢？可以啊。我的房间可以，你的房间不行。为什么？拜托啦，不好，拜托啦，拜托，我想要漆成粉色，拜托，不好啦，我就不好，快点，我要漆成粉色。少年队是简称，然后一般来说其实是少年警察队，他们青少年叫少年，是吗？对吧？所以就是学校管不了你了，哇塞，少年队。还有，要看到这个窃盗的部分，并不是说窃盗家中财物就无罪哦，爸妈要告就有罪，拿出来呀！哇塞，预料今后但朝鲜对其讲法很不得高分的啊。比方说你们昨天，我家的情绪真嘅唔係一問聽啊，也下看起來有動真神，也使人都帶頭去上馬嘅啊。非行為能力的少年飛行少年實施個案或團體輔導，必要時特約社會心理工作人員或少年輔導員或張老師協助輔導。張老師不是指張正義哦，
哦，张老师是一个机构，哦，张老师专门是一些辅导。喂，对不起，我昨天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就跟你说学校很多事情嘛，我昨天回去真的想要打电话给你哦，可是我怕太晚，然后你睡着了。可是我早上的时候就洗完澡就忘记。对啊，我知道。好啦，我现在在上课，我晚一点再打电话给你，拜拜。我紧張，唔可以上床，冇法度，買兩條菜哦，冇成法咯。阿婆，呢啲阿妹，又拉小魚來咧。咩冇按好啊？係啊，哎呦，你阿客氣喏，是冇嘢冇嘛搞送你呢？哎，嘛還有啲的菜要從本天上啊。是啦，唔是啦。按自身廠來求咧，還公司。我而家唔會做嘛搞哦，啊了冇嘛搞搭車嘅呢。哦，是冇哈，哦，是冇。哦，而家，你買菜呀？那上課嗰啦，難過嘛哇！要按唔通講，要買讀書啦。阿婆按落嚟，買菜咧，你看到冇？你字都冇嘛，做乜解？你媽來阿婆啦，阿婆偏嘅，你阿婆撥電呢？我撥電啊！你撥電咯，我撥電，我衝啊！我손來教學，你都冇教學嘅聲音，就我痛我손啊！我來一陣，你來去咗，阿公咋？阿婆，阿公代言會錢啊！阿公代言，阿婆會賺錢。你好好讀書好乖哦，你冇愛讀書，你要拜賺，哪位用個三講啊？我同你，我係拜託我死啦，冇聽過。好，辦，呀，安尼事情啦，有福氣啦。我先生啊，拜託你，真係當我孫啊！我按落嚟買菜啦，買啦冇買睇到將來見害啦，你看到冇？拜託人係打好重的唔嚇，打會重我冇愛聽講嘅聲音。嚟做嘢唔想要好教啦。學生有冇好教做乜啊？冇讀書咪冇讀書做乜啊？你只係賺錢啊！賺錢，你要去做路環啊？你求其做嘛啦？求其教你啊，係冇？冇收殘渣。我唔聽講，佢本市場打為死啊！我愛聽講，有嘢聲音啊！那個小打係冇？你咁打係啊？冇打啦！阿婆，有用係冇？慢點咯，好，冇事情啦，冇事情。阿婆講，你們班長好講啦。好啦，按常講唔看到喎。好啦，對啊。那又唔是挑事誒。那該到路環啦。張老師，你上課啊？前面去啊？張老師，我做地老人講幾句話嘛？做地啊？希望誒唔係我想太多啦，我知道人嘅精神，以前冇乜嘅問題咯，又容易發現啊。
迄唔迄心肚风有嘛个事情，也还有嘛个困难哦。无啊。你假使哦，真有研究问题，你听说会注意啊。个后生们批到人个身后有救命啦，小星星汉白爱迄多亚味啊，伊看到安用事就真件都唔好，来知道佢压力太大哦，有青岛的方式做得结结。无样事情。哦，假使哦，来讲真点啊，你们知道来踢假部的话哦，来宿舍的心理医生做来介绍本你啊，哎，很做得大阵呢。江老师，你真件太给薄的啦。咁会？哎，来讲真件呐。就，我笨蛋就是小假啊，当然嘛假薄。小星星，你要变多梦子。喂，好闲啊，莫些都蛮耐黑哦。好啊。个天龙莫搞铁球，木子会快铁。好啰嗦哎，丁成姑，我转移来啊。系啊。辛苦辛苦。阿公。啊？有用哦。爱上问你啊。爱弟爱弟，二老嗰只后生嘅做事情哦，唔容易。看远啊咧，啊？唔系啦。啊？阿公，爱上问你啊。哦。佢高頭係唔係有研究嘅問題？哦，兩個事情一樣啲咯。我就啲，我老人講哦，我知道，也個精神冇乜嘢問題咯。係冇。下巴誒要火棒棒誒，下巴要頂索索誒。也個神風哦，接上出當初就呢。我就想講，我老佢講啊。假使佢真叫埋個問題哦，行去看醫生較好啦。結果咧，佢就嫌我太囉嗦啊！我說阿公，係興一啲講，佢個性也唔係唔啲，佢嘅事情，唉，馬上看都看唔到啦，啊！現在發生咩事情咯？後生誒，對自家嘅要求輕嚴，相對嘅。佢對學生嘅要求也清高，佢仲講得有對我哦，起步就比披薩較慢，所以絕對要比披薩更加散忙，更加大病。結果有一個學生誒，受唔了我後生誒按嚴嘅教學方式，嗱後生誒糟糕誒，就離開學院，冇想到天英嘅啊，就留到唔上癮嘅小學嘅上大。大事咧，後生係覺得列學員嘅事情叫佢負責，而係衰夢嗬就不夢，所以受唔了，就離開學員，蠻耐去打工。佢喺唔老實甲關注嘅話，佢根本就冇辦法衰。我還是看佢安尼哦，十分煩惱呢。我將會逼佢做人愛學員，最起碼我還可以等等佢。阿公。唔過佢愛用事久啊，問題還係無法度解決的。唉，佢都硬頸咩？啊，你都知佢嘅個性，我想吼，佢自己也知佢嘅問題。廿份工作，佢天會散忙打拼，哎你多啲時間本佢，慢慢來。係實在做唔得嘅時間啊，你話講麼子？我將逼佢去看醫生。真嘅阿公，你講哦。係啊，老人講，有宿舍心理醫生，
做点大杂哦。哦，你管家老去介绍，讲无讲来讲的哦。阮去伫倒，因为妈爱啦。哦，好啦，先做伊歇困咧啊。讲要记得哦。好啦，好啦，要讲哦。好，再见。饭碗多，再见。再见。改小家，唔讲硬要家婆。严解婆，马啥解婆？晚间开门，柳暗大汉都给做坏事哦。讲嘛该啦，三更半夜呢，唔开嘛间门啊？因为好甲无啥。咱不跳，唔会按手的。你很冷诶，快点啦！做嘛该啦？我唔敢去家己骗手啦，拜托啦。你用的啦？万一拄到几个用诶，拜托啦。妈妈。高條唔係要幫幫龜麼？高條。高條，唔好先叫哦。高條，你還在嗎？高條，唔好老捱無對啊！來要行啊！高條，你還在嗎？高條，高條。進來哦。高條。較驚到的啦。高條，唔好老捱無對啊！來要行啦。想吃饭要选贵一点餐厅。你敲什么杠啊？干嘛这样？你搭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忘记跟你约会。习惯了啦。那你工作不能这样哦。不会好不好？工作那么认真。跟你讲哦，我们学校的练习生啊，都超可爱的，除了有个老师比较难相处。我看你是不想上课吧？叫你挑水泥你也要。你怎么知道我可以挑水泥？不错，比起来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去中途学校。中途学校真的很棒啦！你也知道我念社工系啊，在那里上课我真的很开心，可以学到好多东西。考托福太累，你就先不要考了吧。为什么？我们先到美国看看，不要读书也没关系啊。不行啦，去美国，我到时候找不到工作，没有书念，还要靠你养，才不要。随便你。喂，注音嘛？哦，做的啊。同那位啊？你金毛老师嘛？啊，系咪？没个问题。金毛讲，你咧学校钱钱麻烦嘛？啊，原来咧土诶，坦白唔好钱钱麻烦，好嘛？一人一条路啦。啊，我跟你条路啊。
哥，救命！我是来跟你道歉，我觉得我的态度不对，然后我也希望我们的师生关系可以从头来过。你这讲哪啥？今晡日拄好有迄日嘅生日，故所以台是家上嘅朋友就 surprise。妈，各位群众好来，再有唱阿妹。很爱阿妹。真爱厉害啦，做得无？妈，我好想你哦。金针菇，我演的好不好？了破，鸳鸯为暗烟，人的魔术的塔殿，对多将心的眼，自由呀自由，不可少离谱，连多少个人来自，汉江归唔得。